其實我覺得幾得意㗎，因為我以前學校就好少有呢類型嘅比賽啦，咁所以我就少啲接觸呢一種嘅咁樣嘅選舉。咁我覺得其實校花校草喺一個學校入邊選出即係大家覺得最靚或者係最順眼嘅男男女女，咁其實係一個幾得意嘅一個比賽咯。你以前讀書嘅時候有冇試過參加呢類比賽？冇嘅，因為我學校嗰陣時就完全冇呢啲嘢嘅，咁我都係開始做嘢之後先至知道啊，原來出邊即係好多中學啊都有呢啲咁嘅選舉咁樣咯。諗翻轉頭有冇少少話，如果以前有得參加咧，你都會比賽下？其實我覺得我就未必會，因為我個人比較怕醜，咁我都係入咗行嘅人先比較大膽啲，咁所以我如果係讀書嘅自己就應該未必會啦。因為我覺得要參加得校花校草一定會要好有自信啦，咁同埋要都幾大膽先得咯。咁你有冇話即係期望今晚可以睇到啲乜嘢類型？其實最緊要喺台上面有自信心咯。我覺得只要有自信嘅時候，就可以好漸漸咁樣去 draw 到人哋嘅 attention，同埋會吸引到個觀眾。咁你依家大概就睇咗佢哋有啲參加者啦，咁最深印象邊個或者中意邊個？我最深印象係一個叫做蔡嘉欣嘅女仔，咁我覺得佢嘅笑容好甜美啦，咁同埋佢俾到我第一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唔該晒你，多謝。唔該晒。